来继续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王晓玲审查到大法官人事案的时阵，有来举例，讲德国的宪法法庭嘛捌伫个纳粹时期做出着真侪违反宪法的判决，结果互时代力量的前立委柯显智加纠正错误，讲这个纳粹审判的期间，德国的宪法法庭根本都也未成立。 昨天针对那个纳粹的发言，好像被质疑跟德国来小心脚下啊，小心！昨日一日动无要互媒体翕，国民党立委王晓玲嘛无拍算停落来解说，引起外界质疑，拢是因为这段内容。请问宪法法庭有可能违宪吗？哦，那要看个案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。 所以也是有可能嘛。如果说王晓玲有德国慕尼黑法学院博士学位，曾审查大法官的人事同意权的时，嘛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案例来举例。不过这一个问，煞考到大法官被提名人刘静怡。我比较难以想象。 委员在讲的是什么样的状况？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做了很多的判决，后来都被认为它就是个违宪的宪法判决。 时代力量前立委柯显智纠正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历史是安尼：二战结束后，多数纳粹官员审判时间是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。依照德国联邦宪法法庭的官网显示，联邦宪法法院伫1951年4月17才生效，甚至伫同年9月7才做出第一项的裁决。伊就想要问讲，王晓玲敢真正是留学德国的？像他讲到的纳粹这件事情，那已经事实上证明，并没有这样的事情。翁小玲委员不要刻意去模糊或刻意去误导这样的事情。王晓玲讲过的话，为质询是相对下到我是中国人等等，这摆佫提出德国的历史来质询，又佫引起讨论。就表现在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